功课唔好嘅成人呢，喺學習路上可能更難有成就感，也可能更唔會受到先生野外嘅重視關懷。是睇開補習班嘅李以前看到安尼嘅現象，陸屯也老公常用為參詳，回到家鄉高雄美濃開竹頭角小學堂，每禮拜六亦能對家兒回到美濃，免費帶社區嘅成人呢讀書上數學，希望用開放生活嘅方式，幫成人呢尋到學習嘅樂趣同自信，慢慢呢如果主動去學嘅，亦能也確實看到嘅成人嘅轉變。數學題先生團算司機傾下去，愛成人呢睇時間內下去。毛中生到禮拜六早晨9點半，高雄美濃江慶里嘅竹頭角小學堂如會準時上課。小學堂嘅先生李義賢是喺報告嘅有名嘅先生。更加到禮拜假日，如果團體中正大學教書嘅老公常用筆，對假日回到家鄉美濃，帶領成人呢尋歸學習嘅趣味同信心。也嚟先生喺我哋遇到行會也嘅先生還會再講一擺本我哋搞到會是這樣再搞下去。比較能夠了解，而且很安靜。老師的學習方法很有趣。一開始7年級的時候，好像70幾吧，後來來這邊就80幾快90分，所以就很多，所以我很喜歡來這邊上課。李先回到故鄉，看到城鄉教育嘅所長，屯老公喺去年10月決心愛辦竹頭角小學堂。假日唔是前屯也到家庭社會經濟 TV 工作室嘅學生嘅通告考驗。對安尼嘅讀書過唔曉得啲對過快樂嘅咧安尼美濃嘅學生嘅行抄嘅機會較高少，嗰陣安尼就開始安尼做，結種就做安尼。按小學咯，安尼想講基礎打比好，安尼下禮拜結種嘅就唔會安全。標好童書拼圖，以前準備好教材，下組調係國小成人嘅上課時間。講起上課，唔當講係一般成人嘅自由嘅學習。成人嘅一入到學堂，都做得自家讀自家好看嘅書來看，看起嚟再個屯先生做1分鐘嘅心得報告。唔看到那個書，你有冇感想？它裡面說了這些畫畫的小姐那些都有她的個性。有她的個性這些重點你呢下擺唔曉得表達，嗰些嗰度誤會就會產生，嗰些從細就變啦，天才講嘛唔怕，一邊唔講唔講最重要講好講壞另外一回事來小學堂嘅成人呢，由於紅天所愛參加嘅數學遊戲，成人呢男女撲克牌，連開2種算總共幾多，順後還有成人呢算時間。原來你以前係用撲克牌訓練成人呢嘅加法減法嘅基本功，牌嘅仲可以演出，也就係講做起嚟26題嘅加法。那你會覺得會很難嗎？從來會拿撲克牌表演。
别人教各种人哋教扑克牌用，其实也拢伫做数学。啊，加法晓得的减法就我也，减法我也，乘法我也，乘除也是加加减减合起来的。那我们来说回反正话，测验你的反应。上课又轻松又吃菜，内容美国弹性，今日就有声音的上台表演拍沙书，而本其他的声音的来欣赏。一篇先生會講我哋嗰度本我哋佢嗰度嘅書，講我哋書，我本我哋來教東西，像我哋會出去嗰篇教球，我本我哋試東西，所以我哋過後來一篇看書啊，然後講故事裡面的內容給老師聽，然後4點就出去玩。看書算是過後，就係戶外發通打球嘅一時間，從貼貼嘅來歡歡喜喜嘅學，係足條國小學堂成立嘅目的，用開放式嘅教學，為成人嘅無壓力，自自然然快樂學習。我覺得學習一定要快快樂樂，你要學嘅久，你用壓嘅學唔久。所以呢都他也有其他想法，唔係還是用壓吧會不會幾多問題？一剛開始來的時候，他是蠻拘謹的，然後慢慢的他的心就開了。那開了之後，我覺得說他在做任何事情就變得很自在。那這種自在的話，就是說讓我覺得是非常高興的一件事情，因為小孩就希望能夠自自在在的活嘛。我們認為唔是前大輪成人嘅看書算是國家本人而負有嘛嘅目的，兩公婆只有韓國3萬嘅用行通來證明，一旦冇求嘛嘅，但禮拜還準備200-300元嘅獎學金來鼓勵成人嘅有進步。讀書唔是呢樣韓式都太可能，人講阿爸阿媽冇想，我幹嘛冇過初中，阿面都以個人本來就係嚟。一樣講咯，就那你講冇嘅，講冇人去肯定他，嗰所以我哋佢希望讓他們再重新受到肯定，嗰所以我哋呢就佢鼓勵人，比如說進步1分，我哋就10分用不易，唔過進步最多就10分，10分進步10分，進步20分，相同100。成人嘅前度錯嘅學習方式，體會學習過程當中嘅快樂同成就感，不一定鼓勵同天天，慢慢地就看得到成人嘅展現出來嘅自信光彩。也咪係本你以前常用為兩公婆繼續做等落去嘅最大動力。比如說我哋教育愛進步嘅，尤其為做嘅唔係有看到嚟看見你學生嘅佢寫嘅，愛為寫嘅，這種表情真是。唔點樣講真係很滿足安過我哋嘛感覺到若是下一頭有希望，我哋就有希望真是幾歡喜啦，真是幾歡喜。比弄班開補習班，弄班開補習班賺幾多錢啊？比賺幾多錢更加過歡喜，真是的。可以看到就是他們很喜歡做這些事情，那些事情上我們會覺得說，哇，你要讓一個小孩子他願意去讀書。然後願意去做數學，好像很困難。那結果他們就變得很自然地說：“老師，我要看書，我要那個測數學。”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你就可以看到說他們主動學習，而且就是說你今天還沒有看到，就有一些一開始的時候他們是不會讀的，然後他慢慢他就可以自己讀。足條國小學堂嘅經營方式簡單，比以前常用比講，其實只要有心有從體，台灣各地如打出嚟出搶人嘅希望學堂。同有時有成人嚟聽書，其實唔是講幾多錢，唔是講一定要等退休，真是大家就是發揮自家力量，無論一世，社會就會圓滿。大家會覺得說做這種事情，也許需要很多很多的資源啊，或者什麼，我覺得事實上是不需要的。
只要就是说你有心的话，实际上都可以做。因为像你看，我们办这个活动都不用什么不用什么费用的啊，对，很多东西都是到处去募就可以有的，嘿。所以我觉得希望说大家能够多做这些事情。如果说每个社区都能够有一个小小的学堂，那这样的话，台湾各地的小孩子就很好了。可能新年嘅小用唔去畢業，也唔求高分，請順順新年嘅心去學習發展，自然就行有路。第一線兩公婆同下今年嘅竹條國小學堂，唔但搶古道偏向教育，未打造出嚟一個快樂學習嘅希望園地。